港圈日事千千萬，豪門霍家佔一半。現在輪到老霍啟仁成為八卦版面的試位了。霍啟仁和女友愛情長跑5年，終於在上周求婚成功，並在社交媒體上高調分享遊船上浪漫求婚的照片。女方火速跟帖，並配文 Life's more fun with you in it every day， 生活有你更精彩。女方是怎樣的頂級白富美才能擠進這個頂豪之家？這個我們後文細說，反正不是怎麼甜心寶貝。我們先嚟說說這回他求婚的地點和婚前那點糟心事。這次他求婚的地點是媽媽朱玲玲現任老公的產業上海繁榮天地。說起他媽媽，實在是通過嫁人最大程度撬動了人生槓桿。1977年香港小姐奪冠後嫁給了比自己大14歲霍震霆。婚後，霍震霆和廣東電視台節目主持人侯玉婷搞出緋聞，立刻帶着小姨子搬離了霍家大宅。即便家公在從中不斷勸和，他算是決定了離婚，沒有拖泥帶水。恢復單身後的朱玲玲便和羅康瑞傳起了緋聞，當時羅康瑞為了他毅然決然和老婆何貞潔離婚。至於有未有插足，當事人都說沒有。再婚禮的排場非常大。羅康瑞身價雖不及霍氏一族，但同樣也是富豪中的富豪，以100億人民幣財富名列胡潤富豪榜第191位，而他願意和朱玲玲共享所有。這個繼父的存在，也讓霍啟仁有了萬花叢中過，片葉不沾身的底氣。朱玲玲從霍家出走時帶走的是霍啟仁，青春期時遇到爸爸出軌，媽媽出走這檔事，誰的三觀都潰崩塌。因此作為最小的兒子，他更任性，更放飛自我，於是就有了一系列震驚現代港圈八卦史冊的事情。船在倫敦大學學院讀經濟學的時候，他有固定的女友 Rebecca Low， 但作為豪門公子哥，他身邊自然是鶯燕不斷。和朋友去台灣玩，直接多了個緋聞女友楊千霈。當時楊千霈算是他們一行人找來的導遊地陪，被媒體拍到了很多照片。楊千霈傍上霍啟仁這件事，讓楊千霈雞犬升天，上康熙來了時的身份都變得高貴起來。風言風語在環灣傳了一圈，楊千霈自個危也飄了起來。結果霍啟仁帶着 Rebecca 嘅正面亮相，擊碎了楊千霈的豪門夢。船真別閱，這種兩女闖一男的戲碼，男的船艇愛看呢。2011年，他和交往多年的 Rebecca 分了手，而分手原因是他劈腿愛上了 Rebecca 的好友 Anton。這件毀三觀的四角戀，直接導致了 Rebecca 抑鬱症爆發割腕，自殺未遂被人救起後，又跑到醫院5樓跳樓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Rebecca 的離開，並沒有讓他和女友好閨蜜分道揚鑣，他們把生活圈子轉移到納地，真正死了都要愛。不過在2017至2018年之間，他們算是分手了。Antonia 現在的職業是一位插畫家，舊金山、上海、香港到處跑。除了戀愛上的隨心所欲，霍啟仁船在22歲的時候因為醉酒駕駛惹上官司，港姐美馬全程為他保駕護航，最後他只被判了160個小時的社會服務令，停牌1年。160個小時，船不及普通牛馬半個月的工作量。被倫敦大學學院退學，他轉頭就靠繼父羅康瑞的助力進了復旦。這羅康瑞也是超愛了，一系列喪心病狂的事情，港人對他口誅筆伐。於是霍啟仁把根據地搬到了繼父的大本營上海。在朱玲玲和繼父的庇佑下，於2019年左右談起了新戀愛，就是和現在求婚的這位新女友，現在叫準新娘。她來自泰國，做過模特，但她的身份遠不止模特那麼簡單。她音譯名叫南鳳，生於1996年，家人是在泰國富人勾開公司的，家境非常優渥。模特只是她的兼職。她以前和霍啟仁在國外相知時，船在紐約大學學習的室內設計，
畢業之後在香港、澳門工作過。兩人的感情一直挺穩定，此前被媒體拍到不少心情對望的照片。近幾年，霍啟仁逐漸也在接觸霍家的產業，不過他的社交賬號除了工作之外，大都是和這位泰國女友的合照。有媒體跑去問朱玲玲對小姨子這段戀情的看法，她沒有正面回應。但從求婚場地都在自家老公的產業下，想來也是認可這位準人識的。況且兩人船長得那麼像。經過歲月的流逝，霍啟仁當年的瀟灑風流故事已經成了不起眼的談資，反倒是經過他現在戀愛長跑最後走入婚姻的事情，襯托得他更專一、更難得了。這才是開了金手指的一生涯，不需像哥哥們那樣限制自己可以隨意瞎玩，父母幫他買禪。玩膩了收心，船能得到坊間一片祝福，渣們當然也是祝福咯。霍家有着嚴格的家規，其中一條就是不讓娶外籍女子為妻。三代人都沒有違背祖訓，偏偏到霍啟仁這裏被打破，他到底有怎麼特別之處？在一個大家族之中，一定會有一位特別優秀的人，但也一定會有一位特別圓的人。霍家三代人之中，雖然庶出的子女不少，但真正撐起整個霍家的人，只有的係霍震霆這一房人。然而，在霍震霆的三個兒子之中，大兒子是公認的好兒郎，不但娶了一位好妻子，更是生下霍家的下一代孩子。但他的兩個弟弟卻過着截然不同的生活，二兒子溫文爾雅，性格內斂一些，小兒子卻是一個圓子弟，和家人格格不入。哪怕是朱玲玲用心教導小兒子，小兒子依舊是不堪入目。在繼父產業下求婚泰國女友，霍啟仁是整個霍家存在感最低的人，但他也是家裏沉默最多的人。若不是家族裏極力去壓制他的醜聞，可能整個港圈已經是他滿天飛的醜聞。霍啟仁和霍家繼父一家的關係都很好，對比起兩位哥哥而言，他才是父母最寵愛、最偏愛的孩子。求婚並不稀奇，稀奇的是他的女友竟然是一位泰國女孩，而他在對女友求婚的一刻，意味着兩人會盡快地步入婚姻之中。看到這裏，很多人會好奇，為什麼霍家的一些家規，會不停地在他的身上去打破。在霍家有個不成文的規定，不賄養的係一脈的人娶外籍女子為妻，這是從霍英東一代傳下來的愛國之心，至今為止，三代人都在遵從着這一規矩。霍啟仁為什麼不用遵循呢？朱玲玲、霍震霆、羅康瑞都對霍啟仁十分中庸，他做錯了事情，全佢加以包容。其實這是源於他們心中對霍啟仁有虧欠，覺得他會成為原子弟，都是他們的錯。2000年，霍震霆和朱玲玲分開，才剛上小學6年級的霍啟仁，因為離不開母親的照顧，朱玲玲便把他一直帶在身邊。身為家族裏的小兒子，學業不用那麼好，平時也更受父母、族中長輩們的寵愛，但霍啟仁卻跟着母親過了足足5年的禪襯家庭生活。2005年，朱玲玲在離婚後，見到霍啟仁已經長大，便把他留在霍家。此時的大兒子和二兒子已經進入社區和大學之中，家裏只有霍啟仁一人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他雖然是最受寵的孩子，但也像是沒有人要的孩子。17歲的他頻繁地出現在港圈的娛樂頭條上，和諸多女明星、夜店女孩打得火熱。眼看着兒子要走上歪路，朱玲玲只好再次回到霍家，把兒子帶到英國去學習。他則是買下一套別墅，安靜地陪着兒子讀書。然而，兒子卻在英國這個陌生的地方患上嚴重的抑鬱症，病情越發的嚴重。在回國探親的時候，更是把車故意碰撞周邊的物體，卻因為撞到人被判刑。希望小兒子安穩。全家人對霍啟仁只有一個要求，不要惹事。家族裏的大業對於他來說更像是可有可無的，他和大哥、二哥都不太親密。最需要培養感情的幾年裡，他被迫跟着母親多次離開霍家住宅，
獨自一人陪着母親生活。等到他回到霍家老宅生活的時候，大哥和二哥又已經離開這個地方，他每天所面對的只有保姆和一眾管家。孤獨和寂寞充斥着他整個青春期，父親只有數不盡的錢財彌補他，母親則是偶爾給他一個甜棗吃，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奮鬥自己的事業。等到全家人都反應過來，要好好地去彌補小姨子時，他的思想已經被固定化，不斷的闖禍，不斷地被家人拋棄，最終他被家人流放到家族裏的一個小公司工作。也是在這個時間裏，他認識到泰國女友，對方是一位很積極向上的女孩。從容貌上看，泰國女友和朱玲玲的容貌頗為相似，或許這也是朱玲玲認可對方的原因之一。這一次的戀愛，他也是十分的用心，時常被拍攝到和女友一起選家用物品。他的臉上已經未有曾經的孤傲和不滿，更多的是溫柔的一面。泰國女友也是富家女出身，而她本身也足夠優秀，畢業於名牌大學，更是在美國擔任一家機構的首席設計師。這樣一位溫柔又有實力的女孩，對於朱玲玲來說確實是一位很好的人識。只要小姨子不再闖禍，霍家人似乎對她的個人生活已經變得格外的寬容。